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約伯記第30章第1節至31節，主題係約伯陷於痛苦。作者喺約伯記第30章記載，約伯哀嘆自己被年紀比佢細嘅人嘲笑，佢哋原本卑賤冇用，但依家就藐視佢，使約伯感到極大嘅羞辱同埋不堪。約伯描述佢嘅困境，嗰啲比佢年輕嘅人唔單止嘲笑約伯，仲要公開辱罵同攻擊佢，使到約伯嘅處境更加淒慘，冇人尊重佢。約伯控訴上主對佢嘅沉默同埋拋棄，使到約伯深陷痛苦同絕望裏面。約伯認為上主將佢交咗俾惡人，使約伯冇辦法逃脫災難。最後，約伯回顧自己嘅悲慘遭遇，由健康尊榮到疾病同孤立，身心都遭受折磨，生活裏面充滿痛苦同失落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約伯記第30章記載，約伯描述年輕人唔單止嘲笑佢，仲要公開辱罵同埋攻擊佢，使約伯嘅處境更加淒慘。咁面對別人對你嘅嘲笑同羞辱時，你會唔會繼續保持對上主嘅信靠，相信上主仍然與你同在呢？